请教早啊，欢迎收看今日1月初3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有个登山客1月2日对新竹尖石出发去爬大霸尖山，其中有一个查某山友对无着阵，尾也行到无去，全失踪。新竹县的消防局有派人去找，目前是还未找到。随望救援的状况无啥乐观，也毋过救援人员并无放弃，希望会当赶紧找到人。好，très好。救援人员沿着正急的山壁向下卡落去，涂骹踏的拢是雪，每一步拢爱正注意，若无会发生意外。冷，有建筑林，有树，这边的体感比刚刚上面又更冷。四叶白女山友伫咧大霸尖山失联，因为天气歹，涂骹拢是雪，互救援工作更加困难。直升机对天顶西救援队所求的地点，自原本西无做山路开始，向深山行，雪就愈来愈深，就会靠着看守啊，一个冰料，才法度继续向前行。下雪以后，我们在搜索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雨雪交加，就是下雨，天气就变得非常的恶劣，而且我们必须要在那个建筑林里面去钻，要找寻的时候，全身几乎都会湿掉，会让所有搜救人员陷入到一个低体温的一个状态。搜救困难、进度慢，而且可能还会落雪，可能会甲失联者的脚链感觉拢无看。虽然情形无啥乐观，不过搜救队伫低温之下，也是继续找人，希望会当赶紧甲人找到。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仔日开工啊，咱同齐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强烈大陆冷气团落南的影响，加上华南分河区向东边煞，北台湾的天气湿湿，而且佫会变寒。咱来看分图。今日北部依然落雨机会真悬，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落雨时间嘛较长，而且有局部较大雨的趋势。花莲、台东、中南部山区嘛有局部地渐风，其他的所在也有偏乌金门、马祖是云较高，而且有机会出现湿雨。今仔日的温度，日市的大约是高温17度至22度，也毋过呢冷气团发威，愈换会愈寒。暗时北台湾只剩10度至12度，其他的所在低温嘛敢若13度至15度，乡亲爱穿好少。今仔日开工天气反寒，而且佫真湿，受到咱的天气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入南的影响，加上华南分河区向东边煞，各地温度下降，落雨机会嘛真悬。尤其是北台湾温度会直头下降，愈换会愈寒。也若这款天气会一直到礼拜3。8月初6开工，拄到大陆冷气团来，各地温度拢更加真明显，而且华南分河区向东边煞，北部甲宜兰地区规工拢是湿个冷，落雨的机会真大，而且范围真宽。暗时了，各地温度会降到12到14度，甚至可能会更较冷。拜2到拜3上寒，中部以北较空旷的所在会降到10度，或者冷却影响温度会更加低。那可能最低的温度在北部跟宜兰地区大约都是在11度上下，至于在其他地方都是在12到15度，所以全台都是相当寒冷的天气。这些温度可能在空旷地区或者是近山区有可能再低个1到2度，所以在礼拜2清晨跟礼拜3清晨这2天可能会有部分地区低于10度。温度加水汽配合，北台湾2500公尺以上，还有中部3000公尺以上的悬山有可能会落雪。这种湿个冷的天气会一直到拜3、拜4、拜5，大陆冷气团慢慢减弱，温度回升。因过所来拜6，各有冷气团会来，温度会更降。那目前预估的强度是冷气团，但是还是要等更靠近才能确定它的强度。但是至少可以把握的地方是在周4跟周5，是我们最近这一波冷气团减弱的时间，所以大家要多把握回暖的时间。在国道路况的部分，收假日过头了，又有一波上北的车流，因为天气不好，也有真侪沿路人伫咧初3、初4就上北。高公局的有高交通量调整真济，100.8万车公里。国道5号上北所到头城入口高承载管制提前伫5点结束。另外，伫离岛金门机场等保卫的旅客较侪，作业者加开金门往台北一台次，而且用大台飞机，希望大家拢会当顺利登机上班。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也伫过年期间，亲像朋友聚会、团圆较济摊，食歹腹肚的人嘛较济。胃肠无爽快，去医生看的患者增加。台大病院甚至佫通报讲急诊的无病床啊，也佫有一寡有开的诊所门口嘛是排甲落长，拢是类流感，也佫有吐，也是流这款症状较济。医生就提醒讲，一定爱接洗手，而且爱注意食品的安全，来降低防胃着的风险。正价初5早起9点外，诊所的门口就已经排甲路长，拢是身体无爽快要来看医生的民众。有人挂号拄挂煞，就被通知讲，这么挂可能要排到下昼才看得到。刚来的时候已经要挂到下午去了，就是半夜一直吐到早上，然后应该是过年吃太多，半夜就去考了2次。那早上想说应该没事，就喝点水，哇，更惨。开始就用吐，鼻水、鼻涕，然后就是咳嗽咳很久这样，又一直持续，然后大家互相传染。在春节期间，大家返乡过年，出门行村，南来上北的人真多，也出现因为落屎、吐这寡胃肠型的症状就起的情形，真多病急诊拢塞甲满满。台大病捌通报急诊的面床拢客满，分析伫最近急诊看医生的患者是类流感抑个胃肠炎的症状较多，其中有真侪个案证实是诺罗病毒引起的落屎。根据我们监测的结果，我们腹泻主要的一个病源大概90% 以上都是诺罗病毒，主要是以稀土.7为主。这个时候都是病毒传播的高峰期啊，不管它是呼吸道好，或是肠胃道的传染病，诺罗病毒好被称为冬季呕吐病好，然后而且是多元的病毒，可能都会引起类似像是诺罗病毒啦，或是流感病毒的症状。台大公卫学院的教授陈秀熙认为，这种老的疫情可能会一直炭烧到4月才会较缓和。医生提醒讲，要防范诺罗病毒，除了用酒精消毒，用杀蚊洗手也正重要，同时也要注意食品的安全，才能降低被传染的风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当再来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高港的过年休假，袂少人大鱼大肉食歹腹肚。有医生就表示，门诊当中有一半的患者拢是胃肠无爽快、胃肠炎。疾管署嘛表示，过年期间南来北往，年假休煞这1礼拜，患者会明显增加。来看自由时报，行政院伫2019年提出5G 行动计划，咱台湾5G 的服务嘛伫2020年开始启用，经过4年半的发展，用户总算超过1000万户，市占率34%。NCC 表示，后一波的高峰有可能要等到有重量级的应用出现，才有可能会继续增加市占率。来看联合报，这一届的立委就职已经满1年，大家会当发动罢免的标准，全台罢免的人数4届拢有，朝野立委嘛拢有封锁定。第一阶段的人数达到罢免标准的选区，可能就有30个以上。有连暝20点左右，就有将近20个人数案要送去中选会。中选会强调会依法来行政，袂大细心。立法院会伫去年底，立法院嘛伫去年底有修法3读通过选罢法，提悬罢免的困难度。行政院伫过年前有加开临时会提出复议，行政院秘书长张远赶伫复议案法定期限的上尾1天，伊是亲身甲公文送去立法院。甲选罢法复议案的公文打伫咧立法院秘书长张万来的小法批堂顶头。最近虽然是春节连假上尾天，立法院小法科无人上班，要不因为是而且立法院复议的法定期限上尾天，行政院秘书长方明欣亲自送实体公文。因为明天就过期，然后今天虽然是放假，不过还是要。行政院也公布发电子公文，行政院长杜英台到南投指南宫参拜，虽然无讲到复议案，不过希望调解爱互相信任关怀。朝野社会要互相的信任，互相关怀，新的1年发展才会成功。对杜英台上任到即马第3遍复议，国民党立委柯武真认为会搁再失败，民众党团是批评，若复议搁再失败，杜英台爱为错过情势急迫调解对立下台。在此呼吁卓荣泰院长不要只想着政治斗争，而是应该多想想治国的良方。短短1年不到时间，已经提了第3次的复议案了，这是对立法部门非常的不尊重。蓝白如果不提不信任案，就是信任行政院。
就应该改变态度，接受行政院的复议啊。行政院对三百法修法条文后期的理由包括：变相提悬罢免的条件，过度限制人民选罢权，直接适用本届立法委员违反国民主权原则、利益回避原则、加公平正义的维护等一寡抵赖难行的部分。伫咧复议案送到立法院，调野将会搁再进行攻防大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继续关心南非上大反对党民主联盟的联邦主席梅尔，伊伫去年底来咱台湾访问，尾也已经互中国制裁。南非政府伫今年1月时有要求咱驻南非的代表处3月底之前爱刷离开因的首都。咱的外交部表示，毋但安尼尔，因阁要求咱爱降级改做贸易办事处，显示中国打压咱台湾的力头愈来愈重。南非媒体第6日报最近报道，南非上大反对党执政联盟成员之一的民主联盟联邦主席梅尔，定日访台，和中国宣布制裁梅尔甲伊的家人入境中国香港甲澳门。当时，南非国际关系甲合作部1月时，搁一摆爱咱驻南非代表处3月底进前迁离首都普利托利亚。咱国外交部证实，即摆南非政府除了要求搬走，搁想要将咱国驻处降级，搁改名做贸易办事处，显示中国伫南非打压台湾的行动更加强硬。外交部长林佳龙于接获外管通报后，第一时间再度召集应变小组，讨论因应方式，并在年假期间与国内外相关同仁随时保持联系。同时也指示亚非司司长贺忠义立即召见南非新任驻台代表，表达我政府严正关切。外交部强调，咱国的立场无变，未接受南非政府单方面毁约，强迫咱国驻处监管会继续伫对等尊严原则之下沟通。搁看南非政府回应决定应用方式，其实去年10月中，南非政府就捌提出安尼要求，迄当时美英至中国甲南非几个政党拢出声挺台。The IFP is concerned by the impact such action will have on the bilateral framework South Africa has enjoyed with Taiwan for the past 26 years. 南非跟北京关系算是蛮密切的，而且也是金砖国家的成员。台湾这样的议题啊，是否是川普政府所非常关切的？愿意为台湾出来？这个抵抗南非的压力，这要有待观察。学者指出，伫美国川普新政府拄上任的时，中国的打压行为无排除有切方向的意思。南非国会机关兼民主联盟的外交事务发言人鲍威尔，佮发文声援台湾，表示民主联盟坚决反对想要将台湾驻处迁离普利托利亚的任何行动。佮强调，南非甲台湾的协议已经延续27年，看不出任何爱改变现状的理由。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签行政命令，2月初时开始，伊要甲中国、墨西哥还有加拿大的产品加扣关税。加拿大总理和墨西哥拢已经宣布，伊要报复，嘛会针对美国的商品扣重税。中国是按算要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诉讼。Tonight, I am announcing Canada will be responding to the U.S. trade action with 25% tariffs against $155 billion worth of American goods. 川普以阻止非法移民加雷鸦片的止痛剂芬太尼无够力为理由，初时开始会对加拿大加墨西哥商品扣25%关税。加国总理杜鲁道初暗时召开记者会，宣布要同步对美国商品，特别是麦芽酒、红酒、波本威士忌，也有青菜水果、服装、体育、家用产品等来扣报复性关税。杜鲁道讲，对伊朗的人质飞机，也有阿富汗战争到卡崔娜飓风、加州的野火这天灾，美国拄着困难的时阵，加拿大拢出来斗相共。若是川普总统要和美国开启这个黄金的年代，上好的做法是甲加拿大来合作，毋是来顶坏加拿大。伊也督促加拿大人买本国产品，热天伫国内度假，大家团结起来，共度难关。I'm sure many of you are anxious, but I want you to know we are all in this together. 美国上大的贸易伙伴墨西哥总统谢恩鲍姆伫社群平台 X 发表真长的文章，强调墨西哥无意甲北平的邻国来冲突，而是希望合作甲对话。不过也讲已经支持经济部长这篇备案计划，捍卫墨西哥利益。有了手段包含对美国商品来扣25%报复性关税。
中国商务部网站车里也发出文章，对着美国要对中国商品加扣10%关税这件代志发表意见，讲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则，要向世贸组织提出要来拍官司，并且会采取相应反制做法，坚定维护自身的权益。中国、墨西哥甲加拿大是美国前3大贸易伙伴国，敢若去年就占美国4成以上的进口业。高关税做法实施了后，一定带动物价起价，所以对冲基金早在1月就已经开始对抗美国了。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镜头来澳洲昆士兰北部正在做大水，目前已经知影造成一个附近人死亡，也有几千人已经离开家园。气象专家是表示，这个所在有可能是60多年来上界严重的淹水灾情。大雨落袂停，水一直对悬的所在下来，速度阁真紧。山坡顶真侪石头过来了，路拢损害。昆士兰首府布里斯本一条溪流的水位上升，官员讲，昆士兰北部以前从来就唔捌经历过这么大规模的大水。这么水偌强，唔是大家关心的，大家关心的是会过偌久。Living in what's known as the Black Zone in the Townsville area. That's those lower lying suburbs that have been identified and door-knocked in recent days, and that is to evacuate by midday, listening to warnings, responding as quickly as you can, helping out friends and family. 几多千户民众所到地势较悬的所在避难，但是大约有1成的民众留来。当局警告讲，大水的水位会继续上升，恐惊会拄到危险并且威胁性命的情形。自1月31日到，昆士兰东北部部分地区已经落超过1000毫米的雨量，是这个地区60年来上严重的大水。This morning, an SES boat responding to assist members of the public in Ingham capsized at around 9:20. There were 6 people on board the vessel. 5 people were recovered safely, but sadly 1 person was deceased. 当局预告昆士兰市地区可能会有1700栋次河水淹，有一寡甚至会淹到2楼。因若要去敦士市甲滨海城市凯恩斯之间的部分道路，怎么已经未通，互救援工作真困难。昆士市机场到第3早起进前是关起，当地超市真侪食的物件拢已经卖了，包括原住民社区在内有几落千户无电。公安也个警告讲，要注意大水内面可能有酷鱼，因为做大水酷鱼是四过走。公视新闻吴文玲编译。镜头来英国伦敦海洋水族馆，即马要开始进行1年1届的大点名，佮要替水族馆内底的生物做健康检查、摒扫环境。因为这间水族馆内底的生物有6000多种，超过3万只，要甲因点名，真正是一项大工程。英国伦敦水族馆的工作人员因了解三脚牛仔金上，一只一只水互清楚，也有几只米伫石冷内底。除了野米笑牛海体长度，当鲨鱼收过的时阵，赶紧得咧牛伊的分尸肠。2005年1月到，英国上大规模伦敦海洋生物水族馆下底11间，拢总要开始大测点。除了算数量，也搁爱加6000多种，差不多3万只的水底生物做身体的检查，也搁有摒扫因的环境，工程是真大。We need to know how many individuals that we have on site, particularly as some of our animals are involved in various breeding programs. So particularly if we have any new arrivals, we want to keep that database up to date, which can then potentially be shared with other sites. 除了甲徛鹅牛分尸肠，也搁爱甲磅体重。工作人员摕鱼仔甲蛇，互伊徛好势。因若即只牛是一直想要凉气，工作人员为着要赶紧完成清点的工作。水族馆是动员济骹手，也搁有志工，希望甲对这水底生物的干扰降到上低。So we always carry out a brief before we conduct any of the counts or getting in the tanks to carry out any of the cleans. We want to sort of reduce stress as much as possible with our animals. 除了外观，水族馆内底玻璃嘛爱切互清气。因若这水族馆内底上界大只的动物之一海豹，平均的体重是70公斤。不过，为着要保持体温，会当冻过寒冬，一般因会阁肥15公斤。We have had some new arrivals when we've been counting, so some of our freshwater species, those numbers have increased where they've been breeding really well in their habitats, which is really nice. 其实水族馆内底体重上重的，就是石龟，有超过170公斤，伊的龟壳嘛要好好甲切互清气。工作人员讲，就要甲这水底生物的情形甲数量捕获清楚，才有法度互因上好的照顾，嘛互来遮行大游客有上介好的体验。
公司新闻心动陪朋友。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川普进前捌放掉要收回巴拿马运河的主权，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和巴拿马的总理穆里诺有展开2点钟的会谈，要求巴拿马要检视中国对巴拿马运河的影响力。尾案的巴拿马有同意做出重大宣布，因要退出中国的一带一路。来关心法新社报讲，乌克兰伫昨昏表示，罗西亚对乌克兰阁发射几啊10粒飞弹，嘛发动无人机的攻击，造成15个人死亡。另外，罗西亚嘛对外宣布，因已经愈来愈靠近乌东的重要城市托列茨克区，要切断乌克兰的补给路线。继续关心英国政府对外宣布，因要立法禁止摕 AI 去做儿童性影像的法律，非法为非三者，上重会当判5年有期徒刑。这项立法嘛是全世界头一个。镜头转来，咱国内来去高雄供应码头年假期间有大型的气球红仔吉利卡哇踮伫江边，请真侪大人囡仔去遐看，嘛有袂少生理人去摆档，也毋过打头家煞摆到冤家，有3个人去冲突，警方即马是调监视器要找人，要问讲到底发生啥物代志。提价几啊，这生理人惊向另外2个人，所来就拍起来啊！代志发生伫这个测试的高雄公园码头，有当地社地电视进入人气的 IP 吉卡哇，边游客看到，惊一个赶紧闪开。听到他们那边有比较大声的那个讲话的声音，我想说回头看一下，就看到一堆气球在上面飞，然后才发现说，他们那边好像有人在吵架。高流中心讲，10万这做生理的人拢无证照。也那警方迄天虽然无接到通报，不过也提醒集体冲突已经违法。中岛已经找到10万3个人，要求到案说明，依法来办理。双方3人因摆摊距离过近而发生口角纠纷，产生肢体冲突，涉嫌违反刑法伤害罪嫌及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7条第1款家暴行于人者。警方将个车5早起到现场巡逻，那这做生理的人因为单位伤近起冲突，过年就几天现场有部分摆摊的人卖盗版的商品，民众也呼吁应该支持正版的。支持创作者的一个作品，那如果他有一个正式授权的商品的话，我们会想要买正版授权的，就是有点算支持他的感觉。人比较少，这叫开车来回比较不会塞车。想再来看一下他们变得怎样。真侪民众赶紧到公园码头来甲吉卡哇翕相，搁再来看一个吉卡哇。记者综合报道。昨昏正月初5开工，真侪人去庙里求财运。台北海海城隍庙昨昏有举办迎财神的仪式，搁分2万的钱宝给信众。也那台中的汉溪马，昨昏是西景社百货公司百货商款，保庇新的一年百业兴旺。人流是摆甲看袂到尾啊！伫初5这天，真侪民众拢来到台北松山海海城隍庙来参拜，就要祈求今年开工的好彩头。伫初5这天是传统上的开工日，海海城隍庙嘛依照往例举办接财神的开工仪式。庙方表示，除了准备2万份钱庙，让民众领取，还会使望财神爷的喙手来求财。发财金过香炉顶顶，让会使互今年的财运是愈来愈旺。台北市长蒋万安嘛伫早起来到这参拜，而且发送福地给民众。那我想今天大年初5，所谓的开工日，所以祝福所有的乡亲财源广进，五谷丰收。而伫台中的罗仙宫，嘛伫初5这天，将汉溪马请起乱叫，准备展开开工绕境祈福。逐年正月初5固定的10点起价，是到到暗时啊，到7、8点的啊，回銮安做。庙方表示，以往伫初5这天，会依照往例来举行18庄的绕境。中途经过袂少的百货公司，向前百业兴旺。而伫2号这天，就会经过市区6大百货公司，暗时就回乱到宫的内底，也希望为各行各业来带来好运气。公司新闻台中台北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台科大学生今嘛有研发一款 APP， 或者所谓后声符，会当判断声音敢是 AI 合成的，要甲诈骗电话的假声音列出来。先来听这段声音。Today I'm going to try whether this voice recording page is used. 是真人在讲话，还是 AI 合成的？
这边就是真人的语音是100%。短短几秒，系统虽会当判断，会当分辨声音真的还是假。这套 App 是数位后声符，是台科大的学生对零开始研发的。家人可能有一些通话的经验，别人问一些模棱两可的问题，然后希望他去回答，那他们就会很担心、很焦虑，对对方的身份去产生怀疑。就竟有不法集团偷摕亲友的声音来讲骗，毕竟只要讲话5秒，就会当偷摕而且定罪。嘛，互台科大的王文雅开始有开发的这个想法。困难度的部分，就可能在因为我之前没有学过什么机器学习关于机器学习的东西，然后这是第一次接触到。研发团队嘛有伸手加入，难免会拄到困难，但上尾拢解决啦。App 会当支援声音档团结的含录音的功能，分析语音是真的还是假的，公开发表的言论，卖当印音讯浮水印，防止第2摆合成利用。环境太过嘈杂，然后太多的背景音，然后所以它可能就会去影响到在特征截取的时候，可能会去产生一些数据的影响。分辨语音的准确率有到99%以上，但是环境音的干扰会降低苹果的正确性。开发团队目前面对另外一项挑战。现阶段遇到的一个挑战，我们发现我们的整个 demo 其实都是在静态档案中处理。即使是即时的录音，它都是即时录音完以后产生出一个音讯档，然后对这个音讯档做处理，所以它其实还是静态的。在未来，我们就希望能够针对这个所谓的stream 的部分，串流的这个部分能够进行处理。这道老师嘛相信讲，要在通话过程随判断 ，App 目前阁无法度做到这个部分。学生即嘛在拼半年来突破这点，嘛希望这项工具将来有机会会当降低语音诈骗的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过年贴柑仔桶，真侪人买柑仔来代表好吉兆。毋过即马天气多变化，柑仔不时拢会受天气的影响。亲像日头若伤炎，就会互日头晒着伤，变做火烧柑，补无汤。为即马工业研究局研发出一套有经系统，会当提早7天来做警示，柑仔准讲晒着伤，会当减少柑仔晒着伤，来减少农民的损失。农民专心照顾柑仔，希望会当有好的收成。不过这几年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不时传出柑仔互日头晒着伤，造成柑仔皮以及果子肉着伤，火烧柑造成农民严重损失。有一伤就是你啊大到一个程度来，伊就规个晒伫伤了，遐就无汤啊，啊目顾就伊就无效去啊。天气什么变化唔知影，咱拢唔知好要怎提防啊。因为柑橘的果实表面受到太阳的辐射热、温度，甚至是风速，还有湿度等等的影响，而造成它果皮像是被烫伤、灼伤一样的病害。那这样的问题呢，在茂谷柑、椪柑这一类的柑橘类特别容易发生，常常会造成它商品价值的低落，而没有办法贩售。为了降低农民损失，工研院开发出一套警示系统，借由红外线监测来了解柑仔表面的温度，配合气温、湿度，只要系统侦测到柑仔外皮温度过悬，就会随通知农民准备日晒的防治。主要就是透过气温、湿度、日照，那我们会推算出一个果实表面温度的模型。那另外，农事所这边也计算出了一个柑橘的日烧阀值。那当果实表面温度现在超过了日烧阀值之后，我们就会透过后台的耐推波，然后通知农民说可以开始进行日烧的防治了。工研院表示，透过警示系统，上紧会当伫日晒发生前7天提出警示。目前系统已经伫云林以及台中的柑仔山区进行测试。透过这警示系统，未来希望会当协助农民降低灾害损失。记者杜君和新店报道。高雄大寮20-30年前嘛有真侪菱角田，不过因为台北北线通车了后，当地种菱角的面积就在消失。目前也有在种菱角的面积只剩1/10。当年9月至12月，柑明西甲牵手拢会透早，天都还未光，就过来挽菱角。大概5点开始，然后都采，大概要采3个钟头，3个钟头以上了。这大片的菱角田本来是柑明西的爸爸种的，伊的爸爸坐火烧了后，伊决定接手继续种作，无想要喷伤侪农药，改用苦地铺做天然的防治，嘛用人工的方式来清除福寿梨。
甲采收好的菱角再转去处理。这个菱角经过几落摆清洗了后，无够熟的，伊就会浮出水面，甲卖相看起来无好的做伙剔掉。会当通过品管的，就放入去大鼎开火吹熟。时间一个到，鼎挂拍开，赶紧把烧好好的菱角摕出来，铺伫桌面。一个一个开一空，方便会当食到完整的菱角。是安怎练才会当甲开菱角做甲这么紧，阁袂伤到家己？干明师讲伊嘛练真久。紧的时阵出腿咧，安尼就抬落啊！啊，伊这尖啊，扑哇，夭寿！落去，我原本扎铁布甲扎咧，念的哇，这有够费气的。我说你这安怎用来袂听嘛，袂过嘛？哦，我就用安尼。安尼一盘100啊。20多年前，伫台88线兴建进前，高雄大寮地区有50-60公顷的菱角田，啊，毋过道路完工通车了后，道路边的农地一块一块消失去，目前敢若剩差不多6公顷。甘明西因兜的菱角田虽然无因为台88线添好平，啊，毋过最近这几年因为边的水沟工程嘛缩小面积。把它种那么久了，人家一个盖水沟，我们现在一小块就要被征收走了。啊，明年说什么？明年会说哦，我要重新土地规划，啊，我这边地要被割一半走，啊，在后年呢又要盖什么啊，就没了。前20多年啊，2022年通过宽屏，预定2025年开工的国道7号也经过大寮，对各种大小建设的规划甲进行，菱角田还佫会当伫开发的脚步中留偌济哩。记者综合报道。椰子树买当吸收炭，这是高雄中山大学伫基地的烟花因有种60丛的椰子树，佮对当地10年以上的椰子树去进行采样，去分析各部位含碳量。因为团队即马发现讲椰子树吸收碳的能力真好，啊若树头买当掠真栽，佮会当挡强风，安尼就当保护海沙坡。怪树蝶椰子树一位参过了研究人员采样沙图，中山大学探索实验室伫高雄基顶献花1瓶，椰林树头计划种60丛可可椰子树，因为可可椰子树若均系用尽应防止沙滩侵蚀、抗强风，平均每一丛树啊每年应吸收25公斤二氧化碳。它不会占空间，又可以抗盐化，然后最重要是这次的台风，椰子树也都没有什么倒，在5年以后，大家可以固碳20到50公斤每一棵，看它得到了养分跟水分的程度。记一般椰子树内底拢是纤维，连根乌起了后，随去记当称重，记录无行大进行适当数据。这是芳水椰子树原本互市府种植基地沙坡，经过市府同意，被研究团队当作对照组。多少？58.6。好，58.6。知道每克的干重总共有多少 % 的碳之后呢，再把它乘以它原本树总共有多大，就可以知道这整棵树它总共所含的碳总共有多少。均系树身这样本等于实验室了后，烘打这定数排除水分，已经烘打真重的均系样本，被挖做粉刷器缀柜地送一个碳弹分析器，分析含碳量，等于知影椰子树各部位的数碳量。经过太阳日晒，应该都变得很坚硬。这个的话，大约是400多公克。那400多公克，它里面的含碳大约是40%到50%左右。换句话说，400公克大约可以有200克是碳。木那椰子树本身树团，椰子壳也有树团能力，团队开创沙坡地树团线内可安算为60丛，拖到1公顷的海平沙坡，种900丛椰子树，有5年树碳量应付13吨。希望透过研究，互伫沙坡常常看到的椰子拿，应加做减缓气候变迁加保护沙坡。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湾大学旧机械馆是1943年起的，因为已经较旧啊，而且佫捌互考试讲是台内底上界歹的建筑。后来呢，这个所在列入历史建筑，经过修复，但已经变做新的台工学博物馆。博物馆内底是展出侪机械系老师甲学生的作品。为台机械系毕业54年，朱国友不时会登去台行行。即天伊甲前台机械系教授，2007年应提的郭景忠教授，做伙来找现任系主任，就看到捌上课的旧机械馆变身啊。
旧机械馆的教室上起来的话比较温馨啦，因为那工学院那个大楼那个馆那个就是钢骨水泥，没有感觉。旧机械馆变代代工学博物馆，涂骹伫走的太阳能赛车，天顶伫飞的轻航机，演过机械系学生设计甲成果，也有数控制60年代的课表，上课的教具、手写论文，哪行哪看，想起较早真侪代志。我觉得这个构想很好了。当时有些人认为说，怎么留一面墙，好像觉得留的太少了。作为一个博物馆，当时有点苗条了一点。伫1943年兴建的台北地台时期的旧机械馆，捌因为使用真侪年，学校无存来的经费通修补，互人批评是代代上歹的建筑物。学生囡仔捌伫遮办几学活动，后来互人指定做历史建筑，修复规划到修复超过10年，经费开几落亿。所以这10年当中，入学的学生对这个空间是没有情感的。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特展，告诉大家说这里重生了，我们要重新在这个空间写下新的生命。翻新了后，变成在历史的博物馆，收展作品无算济。不过代代机械系教授、工学博物馆筹备处馆长吴玉喜讲，期待找到系友的情感，嘛为社会人文的角度，讲出工程研究的故事。用过去所做过的一些很难得的飞机啊、太阳能车这些，可以唤起汽油的一个感情之外，那也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台大机械的一些工程研究发展是走在时代的尖端的状况。工程是因为生活早设计出来，工程不是冷冰冰的代志。代代工学博物馆期待未来会当透过更加侪定定有的展览，带来超越知识的境界。记者综合报道。洗身躯唔但会当洗胖胖，嘛会当消毒疲劳。也毋过对流浪者也是家友来讲，要好好洗身躯，因是久久照一届才通享受。即摆有社会福利团体成立胖胖的月经，要提供4间的月经，予有需要人来使用。伫遮嘛有物资通领，若是要找头路，要有医生看，想要洗厝，伫遮嘛有人会当斗相共。亲像朋友共款，亲切就好一门，就是伫台北市万家区一下下内的香香澡堂，亲像怪圆形看板共款，提供一个清气的空间，免费来洗身躯。4间月经传出水声，来遮洗身躯的人有无厝的人，弱势家户、身心障碍者、甲独居的老大人等等，每人有至少20分钟的时间，用无受干扰，好好洗身躯。洗身躯看起来简单，却是社会上不少人在生活中做不到的。我们这边进来之后，出去的人其实不像是露宿者，对，因为他能在我们里面得到盥洗，然后能够得到一套干净的衣物，对，所以离开的时候那个状态蛮不一样的。1个礼拜来3次，来这边洗的感觉怎么？洗得很舒服，很快乐，可以说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毛巾什么都帮我们准备好啊，真的。很好啦，我讲难言，我自己的家里都没那么好。甲其他公家机关只开到下晡4、5点无同，而且营业到暗时8点，互计数一日工作人用强调自身的疲劳，度比生活动力。我们晚上有时候会去夜访，我们会去万华车站去发餐啊，去关心一些早课的近况。那有的时候看到新来的没见过的面孔，我们就会跟他们说这里有澡堂，有空可以来洗澡。开张3年，即马一日来遮人有890人，而且除了清洗服务，也有提供领物资，也有就业、医疗加洗澡咨询加转介。一家做店员的玉珠姐啊，也捌伫街路流浪10多年，所以更加用将心比心。除了洗澡之外，人跟人之间一些温馨的互动问候，然后就是感觉是一个有温度的关怀。流落街头，有时候3餐不继的人，这些都是很大的帮助。为清洗需求触发建立关系，这也正做软性桥梁，互大家更加了解甲关注无找人议题。就亲像大门边文山标语，用洗身躯之名来一场甲街路散车的浪漫色彩。因虽然无厝，也是伫这都市生活的居民。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也是一阵有爱心的少年家，因是发现讲有一寡时段无爱出门，迄是因为因伫路边罕呢有所在通休困，行到脚酸无地坐，因就推出交往椅的认养活动，互民众来领椅仔摕转去家己的社区内当放，希望会当创造友善的空间，互时段互过路人行到脚酸有所在休喘。在新北市中和路的巷仔内，一间音乐工作室外口有摆2只茶椅仔，一个椅仔有一个趣味的名，就号做交往椅，要提供有需要的时大人、过路人有暂时通坐落来休困，也是开讲的所在。一个椅子，然后一个回收的精神，然后再搭配一个书籍的阅读。那因为我们本身工作室是音乐类的，那或许就可以把整个这样串联在一起，让大家透过他来这张椅子休息的时候，可以欣赏到书籍，那或者是说他就可以让亲朋好友在这个时间来聊天交流，就可以拉近彼此的关系。这个椅仔是台北一间推广废物再生的店家和神的玩仔所制作的，因自去年开始推出交往椅的认养活动，为了环保，利用旧棧房来制作交往椅。伊嘛希望认养椅仔民众通甲椅仔踩伫咧公共场所，创造愈侪友善的空间。团队表示，已经有认养的交往椅有16只，是分布伫咧上北，目前伫咧共享地图顶悬拢通看到。因为进前嘛有发现到讲。是大人无介意出门，是因为行真济路，无所在通好休困，会感觉足忝的，所以就无愿意出门。阮是想讲，若是伫社区内底有一个安尼的交往椅，是大人行出来拢会使真简单就找一个所在去坐，安尼伊就会搁较有愿意去出门安尼。和信的原仔长期在做社区活动甲观察，因表示，伫现代的都市规划当中，有的所在较罕有椅仔通互人坐落来休困，也是开讲。因嘛希望透过交往椅的推广，通互政府看到民间的需求。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新北报道。那去生着气喙气顿的囡仔，父母要照顾这囡仔是更较辛苦，所以有一寡人袂少人愿意去参加罗惠夫罗研基金会的照顾服务，去了解安怎照顾，在父母嘛会互相分享因的经验，而且在父母嘛有同款的家庭会当互相斗支持。坐，坐，回到厝，妈妈甲悠悠陪阿爷车内底坐，要烘伊困。不过悠悠想要妈妈抱，妈妈感觉伊的需求又搁该抱起来懒懒的。一岁外悠悠是最近毕的囡仔，出事了，医疗团队就甲伊动过几落遍手术，这么面看起来甲一般的囡仔拢同款。照顾小孩子本身就辛苦，只是说乳幼外科的小朋友就是在喂奶的方面比较累。术后的照顾那一些的比较麻烦一些，那至于说跟正常小朋友一样，他有的正常小朋友一样也是会出现。悠悠的父母是经过6、7年才有悠悠，虽然有新的时阵超音波检查发现悠悠最近有病，不过也是决定该生来，也拄到囡仔出事了无好过的情形。医院出来，毕竟刚生下来也没有喂养这一方面的经验，所以就是还是请学姐到家里面来协助我们。它的特殊奶瓶就是构造跟一般的奶瓶又不同。对，比较方便他们小朋友用咬合的方式让奶喷出来。为了要让最近毕的囡仔家庭有更加多支持，包括这种情形的照顾者参加罗惠夫罗研基金会孝善照护员服务计划，加社工做伙。把自己的经验教给这款新手父母，也是这样子过来。然后我知道说，妈妈在初期怀孕的时候发现这样的问题，一定会有焦虑，所以我也是这样的情形状况下，所以我很愿意就是帮助大家。装起来，奶嘴装起来，那这是节流法，等一下喝奶奶的时候可以用，盖起来。教这款父母安怎用特殊的牛奶水啊，加特殊的牛奶干啊。互因愈练愈熟，再加上社工的关心，互因更较有信心照顾囡仔。宝宝一出生以后，一连串的照顾，其实还有相关后续的医疗手术，其实对父母来说是蛮有负担的。家长会觉得到宅传媳妇好像是到家中去照顾
宝宝。那其实不是，我们是提供到宅喘息服务指导。长期伫咧服务落安家庭的罗惠夫基金会，自5年前，伫全台湾培训30几位孝选服务员，开始提供到厝内孝选的服务。伫今年已经累计服务200人次，用这种孝选的服务协助新州北部照顾喙唇病的囡仔。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今年是蛇年，真侪人想到蛇，第一印象拢感觉蛇真恐怖、有毒的感觉。不过事实上呢，蛇伫国内外有真侪无共款的意义，有的是代表医疗，有的代表智慧。即马邮政博物馆伫蛇年有展出甲蛇有关系的邮票展览，要互民众来你更较了解蛇。这张邮票有画蛇汤，阁有人甲各种器官。这是日本1999年发行纪念日本医学会总会的邮票。这民众看到蛇会惊到，但是亲像蛇汤，都有正面的医疗依据。过年就是蛇年，邮政博物馆办展览，展出蛇的邮票，互民众了解各种蛇的代表意义。蛇每年拢会脱皮，好有着恢复甲更新的这个过程。嘛会使讲有知影讲疗伤的能力。毋捌看过蛇啦，想讲看蛇拢是会咬人啊，是安怎会惊？看卖知影其实蛇无遮恐怖。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需要宣导，跟大家讲说蛇的它这个代表的含义。邮政博物馆表示，这摆展出36套甲蛇有关系的邮票，除了有来自台湾今年的蛇年邮票，原住民的百步蛇文化邮票，阁有来自无同国家，亲像是东方、西方甲蛇有关系的神话故事邮票。互民众知影无共文化是安怎看待蛇的。佮提供这个几落个国家的这个先行邮票，来扩展咱的邮票的世界观。另外，我嘛规划这个东方、西方的这个神话故事的展览区，比如讲咱台湾原住民的这个百步蛇的传说。除了熟悉蛇的文化，现场也有教生态，亲像展出实体蛇骨、蛇皮，佮互民众知影，若伫野外拄着蛇，爱保持冷静，莫搅扰因的生态。邮票的展览兼顾生态教育，互民众更加了解有关蛇的知识。记者郭文正由林玉凯台北报道。再去看世界，来看美国有一个做古董鉴定的专家，伊50多年来是世界去找古物，伊捌发现过一寡看起来宝石，毋过真有价值的宝贝。伊讲伫古厝内底，就亲像伫金银岛内底共款，伊不时拢会去挖着宝。做古董鉴定甲拍卖为乐，将非各地收集的稀奇古物，放伫面品州汤马斯顿这间艺廊阁楼。为了做古董鉴定超过50年，伊讲这头路会常常充满惊喜。It's like a treasure hunt every day. So every day when I get out of bed, where am I going to the next treasure hunt? It's great. 73岁为乐，伫新英格兰国州，拢是伊找宝的卡家。伊捌伫废纸堆内底发现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的副本，也捌用10倍介绍，要看起来介绍真悬的优惠真价，毋过事实上是真俗的印刷品为主。伊控制数年上大的战利品是伫面品州刊登一栋老厝的厝楼尾顶发现一把技术荷兰艺术大师林布兰的肖像作品。The younger people in the family have inherited the estate. We go to this beautiful, large, old farmhouse in Maine, and we start going through the house, and there's rare little things and big things everywhere. And finally, we're on the 3rd floor near the attic, and we find a stack of paintings, and in it was this beautiful portrait of a young woman by Rembrandt. 这个月有林布兰的风格，毋过无法度确认是毋是真的。为了透过下海艺廊拍卖140万美金，差不多代票4500万。为了讲能证明是林布兰的真货，卖介绍会超过拍卖介绍几多倍。It's very hard to prove any of the old masters' works, because most of them aren't signed. But it had all the right attributes: the look, the period, the cradling on the back. And just everything about it. And then they had the label, so it gave it some pretty good credence right there. 为了也固定伫每一摆日提供古董免费鉴价服务，能伫伊的艺廊拍卖，为了等受拍卖所得 commission， 迄其珍宝甲古物的差别，无伫个外观，是伫伊背后的故事甲价值，是毋是发现真正的宝藏，就看运气咯。公司新闻郑淑芬报道。天气报道在，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
北部的温度上低11度，上悬是1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1度，上悬17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有21度。外岛的温度上低9度，上悬16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众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